大乡亲啊，继续这个画面，互人看到的起价无皮。这是伫个高雄公山的维仁路边，昨下晡3点外，这台机车互规千几万只的蜂吸甲密。有民众惊迄定着是闪远，唔敢来挖近。也毋过嘛有乡亲第一届看到这款的情形，感觉真神奇，赶紧甲翕相留作纪念。这农业局接到通报，马上联络在地饲蜂的业者去处理。讲真有可能是有女蜂王伫这个所在，才会引来着一大群的蜂。蜜蜂煎规球，有密集恐惧症人恐惊的挡袂牢，这毋是蜂巢，是伫市区乌托摆顶。伊只强要互占去啊，安全帽啊，也是涂骹嘛，拢总是有诶，搁伫边啊飞来飞去。我唔敢出来啊，规个拢去落啊。这只蜜蜂出现伫公山维仁路，昨下晡3点外，伫空中熊飞来真侪蜜蜂，后来集中伫乌托摆顶，不少民众一惊唔敢往近，有人感觉真神奇。很特别，人家讲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发生的？蛮好奇的啦，就是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因为这一辈子没有看过啊。农业局接到通报，随请当地饲蜂的人来处理，先掠蜂王放入这个蜂箱内，无偌久，其他的蜜蜂嘛飞入这个箱仔内，可能是因为蜂王找无路，其他的蜜蜂才会对伊乌袂飞。找到一只蜂王我入的，一只蜂王有顶内底伊就入的。最近是春天，正是那个蜜蜂繁衍的季节所以蜂群比较旺盛，新的蜂后就带领蜂群造成这个分蜂的现象。加在这蜜蜂无共定，被占去乌托摆嘛恢复原貌，是讲市区出现蜜蜂占这个乌托摆的情形，互未少人感觉真神奇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